工厂管理辅导法的特定工厂登记立管第2页已经到期啊。不过民间团体发现讲，有一寡高污染的工厂却申报家己是低污染，用这款的方式来登记立管。环保团体认为讲，只有空芳，政府就爱查，唔通让这款工厂乌鲁木齐趁机会闪过规范。 农地违规工厂的立管登记第2页就到期，目前有将近4万多间的农地工厂要行就地合法的程序。不过，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调查出，其实有359间中高污染制定的农地工厂，以低污染的名义登记立管，向经济部检举来清查，结果真正有空芳。 那他们清查了359间的这些本来不在他们中高污染的名单里面的工厂，那最后是找出了6间，确实是以低污染的身份，但他去低污染的身份申请特登，但他其实是中高污染的工厂。 立面指出，违规工厂的公开资料就有生细等等中高污染的制定，代表让芳一定唔那是这尔。伊嘛批评政府一再强调讲有污染问题的工厂绝对袂允准。不过，煞是有几若间严重违法停工记录的工厂，伫进前就摕到临时登记，顺势申请特定登记。政府哪会无叫因退场，等到是互因愈洗愈白。连这样子的工厂，它都没有办法退场的话。 什么样子污染的工厂才可以退场，才有退场机制。立明表示，取得特定工厂的登记了后，除非停业，也是互判刑，若无法度叫业者来退场。但是看几当前的裁罚，连头牌重金属、废水拢敢若停工尔，因要求修法，甲累犯纳入退场机制，卖检讨门槛。经济部表示，若特定工厂登记的业者有发生重大污染的事故，也是会废止证照。记者陈嘉文、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